小姨子，快帮我的绳子解开，我解不开了。笨死，解个绳都解不开，我累死了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不是，这断了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告诉我。不是，断了的。你肯定是故意的，我弄死你啊！哎，这天太热。哎，老公，那个，你先走，晚上我上地里干点活去。行，你去吧，你赶紧去吧，那草皮苞米苗都高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啊，行。哎呀，你咋才来呢？我这不躲你老公呢吗？快点！哎，你干啥去了？哎，那个，俺俩玩靠头赢衣服的，来，拿着来，看了这菜，哎呀，输了脱裤衩子给我来。这，老公，你看我给你赢个裤衩子，你看行不行？你快点脱啊！这个给你，玩了，俺俩走。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. How you feeling out there? We gon' party over here, Bugatti singing. Let me hear you say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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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 Thế chứ cuối cái lệ, đi ra qua đâu.这溜了。好好干，媳妇儿，擦干净点，擦不干净晚上没饭吃啊！来劲儿哈你！还揍来劲儿！别动！你干嘛？我擦你下巴！这么沉的东西，你一个女的，你搬得动吗？这活我干，回屋去。走，回屋去玩手机去，购物，滚，滚！今天给你们表演一个狠活，觉得主播牛逼的啊！666双击扣起来！应该放点水。妈呀！我手机充点电，快点！手机没有电。手机没拿的有我给你充啊！啊，快点给我充！妈这没有电了！没电，你再插。吓死！哪来电？妈快吓死我！妈这没有电！开业大酬宾，足疗买1送1。安排。老妹儿，长得挺漂亮的小姑娘，怎么干这活？这些年没少遭罪吧？也是的，大哥，咱还有这本事是干这活。家里面还有5个弟弟妹妹，全都靠我自己一个人。老妹儿，你真不容易，我这有点钱你也拿了。不用了，这手表也给你，还有项链给你，老妹儿。不容易，不容易。
车来。